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过车杯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寒流到位，昨暗开始，宜兰太平山就落雪啊！今仔日台湾真侪关山也落雪。透早平地上界低温度伫新北市五股只有4.7度。屏东三地门乡昨有一台轻便型的飞行机摔落来，教练加乘客拢往生。透早因的遗体也已经送到山骹。今仔国内成增加3站对境外入来确诊病例，指挥中心也宣布讲，禁止自主管理健康者去外口自费上当罚30万。入冬了后，第二阵寒流昨已经来到位，全台湾真侪关山拢开始落雪啊！昨暗6点外，伫宜兰太平山的翠峰山庄也落雪，另外伫新德县尖石乡的乌诺部落，今透早也落雪，伫南投的合欢山也是同款，这也是合欢山今年头一场雪。合欢山武岭规片变甲白茫茫，涂骹积差不多3公分高的雪，冷海低温加上充足的水汽，初八透早，合欢山落2021年头一场雪，停伫路边的车嘛规沿厚厚的雪。若是武陵亭，包括游客服务中心、昆阳休息站嘛拢有落雪，因为台北线123公里到131公里，沿路已经开始结冰，所以管制有挂铁链的车才会当通行，嘛禁止乌托邦入去。宜兰太平山的翠峰山屋。初7暗时6点外开始落雪，这嘛是太平山3年来头一届落雪，真侪游客拢真欢喜走出来看雪，一直讲有影真幸运。超兴奋的，终于等了3年，太平山第一场雪，很难得，终于被我们看到了。我们会启动那个车辆的1000台的总量管制，到达上限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个管制，有车辆出去园区之后，才会再有放行车辆入园。游乐区嘛提醒民众，有挂铁链的车辆才会当上太平山庄；若无挂铁链的车，敢会当驶到宜泉135公里的所在，休伫路边看雪。哇，下雪了，怎么办？不能下山了。民众用手机甲落雪情形录起来。新德县尖石乡玉峰村上台要部落，初八半暝3点外开始落雪，互汽车的车身盖一层薄薄的雪。桃园拉拉山初八透早同款有落雪，伫咧山路还佫会当看到树仔拢结霜，规个是白的白。也若小有来的天空报道，初7暗时传出有落雪。气象局长陈明德嘛伫咧人面前分享这个信息，不过了后随经证讲，愈看愈无成。桃园市管理局嘛随背回讲，这有影毋是落雪。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第二阵的寒流来到位，虽然有人欢喜去到山顶看雪，不过伫咧平地所在，有的所在也是真寒。亲像新北市的五股，透早只有4.7度。气象局也要提醒民众讲，这阵寒流会寒到拜6，冷一天了后，拜1又搁开始寒。真欢喜提前来收看，总算等到幽冥山落雪，民众是痛脚。有的人伫遐做雪人，有的人伫咧路边出冰。寒流报道，幽冥山是落入冬以来初雪，真侪游客前一天就去伫山顶等雪，总算伫咧半暝等到，真正是超级欢喜。为什么还有眼镜？我的眼镜，不帮他戴隐形眼镜吗？你们堆多久啊？大概10分钟吧。停车场停真侪游客的车，嘛拢去互雪砍掉咧。大屯山初八半暝开始，温度是降到0度以下，到2点搁捌积雪5公分。当地嘛启动交通管制，因为公路有结冰的状况，尤金公路甲巴拉卡的公路口，若是无到雪链的车是禁止入去山区。寒流发威，气象局伫咧平地10个观测站嘛测到寒人以来上低温的记录，若是上寒的时间点，搁还未过。整周来讲，从今天开始到下周3的清晨，其实除了礼拜天稍稍回温之外的话，整期的温度都是偏低的，所以提醒大家要做好保暖的工作。特别外岛上低温出现伫咧东引，干那4度。本岛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五股，透早测到4.7度，新北市富贵角干那5度，新竹杨梅透早嘛无到6度。气象局继续发布低温特报，拜5入暝了后，虽望水汽较少，毋过温度也是真低，会一直寒到拜6，礼拜小可回温，毋过拜1阁会有大流冷气团，甚至是寒流层级的冷空气报道，寒流的感受会一直到后礼拜3。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寒流来到位，天气变较冷，就开始有人身体出问题啊！亲像是心肌脱、中风等等的病人也变较多。医生也提醒民众讲，若准有人是胸坎窒窒、身躯半边无力，可能是中风，就要赶紧送病院。中风的病人其实表现有非常多种，但是主要的症状就是明显的脸歪嘴斜，或者是他的手脚有一边没有力气，
跟之前比明显没有力气，或者是他的讲话突然出现像大舌头、像含卤蛋在讲话的时候，大家就要非常警觉，尤其是在这种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其实老人家要非常的小心。那天气变冷，镜头也变侪以外，有的人出门去运动，却熊熊昏倒。送到病院才知影讲这是心梗塌。医生也要提醒民众讲，寒流来的时，就要特别注意，特别是阿嬷滚就要维护烧。起床的时阵有假棉被，身体烧伤就要豆豆起来，唔通就是啥就掀开，才会熊熊缩起来。还有就是窗仔门关白白，容易医用化塔中毒。若阵有插电兄烧气，就要特别注意用电的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讲到咱台湾四界拢传出农业灾情，伫台东的大木石溪甲包叶仔的老桥仔，拢当一个海气介绍的规个落落来。县政府表示讲，若准农民发现到灾情，就要赶紧通报乡公所。台东县的大木石溪正伫咧大出，不过顶礼拜甲即礼拜寒流来，规日挡袂牢，当上必果介绍也半。100块的纯价差不多30块、20块。老乡园内边，农民也赶紧伫咧采收，不过已经出现当上发乌的情形，根本卖袂出去。靠海边那边的就大概有80%。石溪甲老乡拢是台东县的高经济作物。台东县政府统计，这两种作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农民汇报一寡零散的受害情形，其中大木石溪保守估计已经有5公顷受冻伤。老乡农也估算至少减收4成。农家场讲，农民会当采防护网替农作物保暖，或者是在我们的果实上面呢，再多加一层的塑胶的套袋啊。清晨的时候呢，也可以做喷水的动作哈，来降低这个伤害。台东县农业处讲，农民若发现农作物受限害，要赶紧通报乡镇公所，申请天然灾害救助，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寒流是一阵过一阵来，造成台南蛤蟆沙白鱼的勇士窟仔内面的沙白鱼寒死。农委会主委陈吉中透早去到七股勘查渔业受灾情形，伊也表示讲会放领天然灾害损失的认定，也甲每公顷的补助有到9000块以上。9000块的部分我们回去会来讨论怎么适度的调整，反映就是讲，头先讲的，伊毋是讲迄个摕到9000块现金的补助，也是后壁你这段工课的人工的费用成本更高嘛那这个是反映一个实际的样态。那回去我会请那个我们渔业署署长张署长这一边来提报一个合理的金额。伫咧台南七股这边有真侪蛤蟆甲沙白鱼是南山饲做伙，也因为沙白鱼寒死了后无鱼啊，通好食窟仔内面的水草啊，连带也会害死着蛤蟆。农民认为讲1公顷补助9000块，根本无够请人工来处理一寡水草啊。但吉中也讲补助的部分会有关到9000块以上。再来看一站悲惨的消息，伫屏东的三地门乡，昨发生一站轻便飞行机摔落来意外，搜救人员一直到暗时10点多才找到飞行机。59岁教练甲25岁的乘客，找到的时阵，2个人拢已经亡死啊。详细事故原因也等咧调查。赛嘉山区无人机的残骸也甲规世界。屏东山地门7号发生轻航机失事事故，消防局下晡先接到失联的通报。派出10车40个人上山去找，暗时10点外分别找到倒伫大火的无人机甲已经罹难的2人。隐约有闻到那个飞机的那个燃料的那个烧焦味。晚上10点6分呢，找到第一位那第一位是那个驾驶那又看到飞机的翅膀，那整个飞机都燃烧了。在10点10几分的时候，又找到第2位那个乘客。2名死者分别是59岁林姓驾驶，甲25岁单姓乘客。遗体半暝对事故现场送落山，日时由检警勘验。家属接到通知，拢无法度接受安尼的歹消息。想说就去体验看看，因为他本来他爸爸给他去7天的体验，他假排不出来。可是他今天本来是要上班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临时调班开飞机，我也不晓得。短短20分钟的体验行程，想袂到人就安尼无去啊！根据了解，这只失事的轻航机是对高手起飞，到山地门流离吊桥的时阵失联，遭起降空地互业者的明代推测，意外原因可能是天气歹造成。咱这不是用
大家回轮机看仪表的嘛，阮是看目测的。目测你真的阴沉降落来时，真的看不到头前，看不到头前。所以它也可能气候气象差要赶回来。事故的原因已经由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进行立案调查，嘛派人到现场了解状况。差不多2-3个月内会当公布事实调查报告。另外，事故的初步要等现场调查人员回来才公布，目前时间还未确定。记者陈焕武、面交馆屏东报道。台南北区 YMCA 游泳池昨下晡5点多，因为加水稀少的假水流出来，造成24个人一氧化碳中毒。送到病院治疗了后，目前有10个人已经出院，其他的人还佫伫咧病院观察，目前是无性命危险。我们小孩有比较好，你要加油，你要加油！我真的好想哭，我真的你的，我好想哭。家长甲台南 YMCA 游泳池的教练，大学4年级的学生叶同学染掉的，因为叶教练第一时间发现现场的状况无啥对，赶紧疏散学员甲家长。我看我同事已经就是有一点快没有，就是有一点回答不清楚了。台南市消防局伫昨下昼接到报案，讲台南市公园路 YMCA 地下温水游泳池出现真侪人身体无爽快，意识无啥清楚，甚至有人会吐。消防局伫现场测到一氧化碳浓度到499 ppm， 随启动大量伤病环境在抢救。我用侦测器下去侦测，当时发现一氧化碳浓度超标啦，然后可能疑似可能是锅炉，那因为它是温水游泳池，所以疑似锅炉加热的时候不完全燃烧，然后产生一氧化碳。消防队检视现场的人的状况了，甲10个月囡仔甲9岁大人送病院。医生讲，病人的状况拢真稳定，应勇气上诉治疗观察一案。他们应该是一氧化碳中毒，不过目前的伤势是轻微，就是病人意识清楚，呼吸状态也很稳定。YMCA 总干事陈正杰讲，意外发生了，规个会馆已经疏散，但意外原因调查清楚，修理好势了，结果看情形开放。那你们后续会怎么负责？当然是到不会确定不会再外漏，然后来修理好，然后再恢复我们的那个课程。台南市政委特别赶到现场关心慰问，因为意外涉及重大公安，台南市教育局依照游泳池管理规范要求业者随公告停止使用并且修理。修理好了，要经过市府扩大联合稽查通过了，才能开放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继续关心国内疫情消息。今日国内增加3个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是对奈及利亚、埃及加美国入境的。这位对奈及利亚返来台湾的台商，伫当地染着病，需要看医生，伊也提出专案申请，加做国内第2例包机要返来到台湾治疗的病例。那讲到进前有一寡爱健康自主管理的民众，煞走去公共场所，甚至是居家检疫结束了后，煞四界拍走，验出病毒移工。疫情指挥中心禁也禁止讲，自主健康管理者袂当甲人自餐抢 KTV， 甚至过年时阵也拢袂当围炉，违规者上当会当罚到30万。高雄市一个女性去年12月中打居家检疫结束，就招同事出国食火锅，想袂到过当采检确诊新冠肺炎，好加在密切接触者拢是阴性，而且为着避免这款的代志搁一届来发生，疫情指挥中心定出明确规范，也就是14天期满的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者，后壁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是禁止出国自费食饭，还是唱 KTV。主要就是避免去聚餐或聚会啦。那如果说要去用餐的话，那就是建议可以外带食物尽数本家使用。指挥中心表示，因为食饭的时阵无法度规个过程挂嘴啊，所以要求自主健康管理者应该避免出国食物件，就连过年去饭店、餐厅围炉嘛袂使，敢若会当甲亲友伫咧厝内围炉，期间嘛禁止参加演唱会等等的大型活动。若是需要出国去超商、超市买物件，就需要规个过程拢挂嘴啊。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在99%，99%都是在14天之内，可是有1%的人他在14天之后还有传染性。指挥中心提醒，若是居家隔离了后的自主健康管理，违规的人会处罚6万至30万；若是居家检疫了后的自主健康管理，违规是处罚1万至15万。民众千万唔通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带观众朋友徛台湾看世界，讲到美国国会经过左届总统认证的
暴力事件了后，美国总统川在事件发生的24天前后承认败选，也准备要政权移交。不过，伊确实无对拜登讲一声恭喜。另外，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逼着副总统 Pence 就要引用宪法，让川两早落台。若准无要做，伊就要对伊发起大血。美国总统川普初次发布影片，谴责国会暴力事件，嘛认为违法的人应该付出代价，而且答应讲会和平转移政权。虽然无恭贺拜登，不过讲出新团队等于是头一届承认伊家己连任败选。Now Congress has certified the results. A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be inaugurated on January 20th. My focus now turns to ensuring a smooth, orderly, and seamless transition of power. To the citizens of our country, serving as your president has been the honor of my lifetime. 国会大厦初日发生暴力的冲突，造成死亡甲受伤，清理的工课已经展开。大多数的主流媒体想要报道迄当阵现场的情形，为规个乱糟糟的景象，会当想象迄当阵遮发生的情形。生气的示威者甲警方面对面冲突，走入去的示威者去互下令爱拍伫个涂骹。国会现场的人员是去咧找暗号的所在，这个画面引起国际社会批评，谴责暴力的行为。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17个委员联名要求副总统潘斯引用宪法第25条修正案，因为川普到大也无法度接受选举的结果，对伊的心理状况提出质疑。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甲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等人已经甲严重警告，爱川普提早落台。President has committed an unspeakable assault on our nation and our people. I join the Senate Democratic leader in calling on the Vice President to remove this president by immediately invoking the 25th Amendment. If the Vice President and the Cabinet do not act, the Congress may be prepared to move forward with impeachment. 根据消息人士表示，潘斯目前并无甲任何内阁的官员讨论援引宪法第25条的修正案，爱川普提早落台相关的代志。因为国会暴力的事件虽然结束，不过美国国会警长已经因为这件代志请辞核准，川普几个内阁的官员嘛请辞，包括运输部长赵小兰就是其中一个。伊表示，针对这届的攻击事件，无法度放外外管。美国教育部长戴佛斯、美国驻北爱尔兰特使穆尔瓦尼、副国安顾问博明、第一夫人的新闻发言人等等的官员嘛拢相连续离开川普政府。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讲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者撞入去国会山庄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甲因批评。因也呼吁川普要爱承认选举的代志，甲政权交出来。中国也趁着这个机会报鸟之冤，敲说美国讲，因支持香港的行为是两种标准，颠倒爱解放的是美国人。美国国会暴动造成5个人死亡，也予中国抓到这个机会，敲说美国美化2019年香港民主运动的暴力行为，也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暴动行为的相同标准。请他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中国和香港人民，我们生活得非常好。应该被解放和解救的是美国人民。联合国秘书长古迪瑞斯是对美国国会暴动表示哀伤，也呼吁政治领袖应该约束家己的支持者。其他欧洲的民主国家领袖也拢站出来捍卫民主制度。Unreservedly condemn. Encouraging people to behave in the disgraceful way that they did in the Capitol. And all I can say is I'm very pleased that the President-elect has now been duly confirmed in office and that democracy has prevailed. We believe in the strength of our democracies. We believe in the strength of American democracy. 美国总理梅克尔透过视讯表达对美国国会混乱的场面的愤怒加伤心，也讲川普应该为这边的暴力行为负责，同时希望拜登上任会当开启民主新的一页。欧盟的立场拢是共款反对川普利用社群平台煽动民众。其他国家亲像是甲川普关系正好的印度总理莫迪，也伫咧推特发文，认为政权爱合法交接。民主程序无应该被抗议推翻。长期支持川普的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也讲，选民对投票所的无信任，同时也警告讲，这种情形可能伫咧巴西出现。另外，伫日本东京，随即有真侪声援川普的团体伫暗时集会，因举着旗仔、标语上街游行。对因来讲，川普败选，强压予中国的共产集权，趁这个机会扩大影响力。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译。
讲到一个疫情，互全世界是乱糟糟。伫印度，因为疫情封城了后，高山也是找无食，煞走入去市区挥泪。当地政府竟然想要用 AI 智慧的人面辨识来照狗面。另外，伫日本却因为咸直接扰乱着民众安宁。伫2019年开始，就抬死超过6000只咸。究竟环境是人类的，或者是天地万物的？值得咱来思考这个问题。伫印度的首都新德里，路一定定看到真侪高山啊。不过，伫经过这边疫情封城，一般人较少出门，这款高山啊就变做无果子。走入去地铁站，撞入去名体内面破坏，互人真头疼。规座城市袂输敢若是因的游乐园。这位民众因兜就互高山啊撞入去，物件也甲规死过，甲因赶颠倒，互因攻击。 They bit me here. Look. This wound was very deep, and it got infected in the following days. 为了要应付狗的问题，政府派出专人来赶。这款巡逻人员2个人一组，赶狗的方式是真特别。因伫咧模仿的是野狗的声音，因为面狗正惊野狗，听到野狗的声音就赶紧走。也佫用科技的方式，就是人面辨识，或者是应该讲是狗面辨识。 Like humans, monkeys also have unique faces. If you look at this picture, the eyes, the nose, and the facial landmark, this entire region is what is required for any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to do the identification task. 目标是要建立一套 App， 互民众会当翕相了用网络传起来，互当局追踪管理。因为狗伫咧印度教内面正诚信，所以袂用甲因伤害。 伫日本北海道龙川市，一只家鸡笼自早到晚规工叫袂停，主要是要赶危险的野生咸。这几年日本人甲咸相拄的代志常常发生，民众的安全受到威胁。专家讲，咸出现袂当只干那以野生动物管理的角度来思考，牵涉到是国家深、国家快、国家的农业政策一个国土规划问题。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伫咧美国有一个韩国血统的导演，伊有一出电影号做《芹菜》。今年金球奖甲奥斯卡金像奖，大家拢真期待。不过金球奖却认为讲电影有一半对话毋是讲英语做理由，限制这出电影袂当参选最佳影片这个奖项，却引起正人的批评。 What a wonderful day to b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If you're here with us for the first time, please stand. What a beautiful family. Glad you're here. 1980年代，一个韩国家庭想要追求因的美国梦，移民到阿肯色州帕圣进城过生活。三代人伫千分的土地，面对千分的环境，是要安怎过生活？美国韩裔导演李艾萨克镇用真人故事改编的电影《Minari 芹菜》，电影表演甲故事拢受到肯定。去年初伫美国日舞影展得到2项大奖。 但是因为电影对话大部分是讲韩国话，唔是英文，所以无法度去领金球奖最佳影片，敢若会当参加最佳外语片的项目。 미국애들은 할머니랑 같이 방 쓰는 거 싫어한다던데. I don't like Grandma. 쟤는 안 그래요. 한국애니까. Grandma smells like Korea. 야, 뭐라고? Grandma smell? 李切哥导演亚历山卓·贡萨雷兹2006年的作品《火线高潮》，以及美国导演昆汀·塔伦提诺2009年的作品《恶棍特工》，主要语言嘛唔是英语，无来讲无影响到因提名的资格，嘛佫有得到金球奖最佳影片的肯定。所以，就有真侪好莱坞有名的美籍电影从业人员，就伫社群媒体发声，认为讲因受到歧视。 小说拍整个韩裔美国作家李明珍就讲，伫美国除了原住民，所有人拢是伫选择也是强迫的情形来到遮。原住民语言并不是英语，甲亚裔美国人看做是外国人，实在是有隔阂。Pretty boy, pretty boy. I'm not pretty. I'm good looking.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继续关心国内消息。 国民党目前想要拼反对300种猪肉公投，不过正是第2阶段要有50万份的联署书。党主席江启臣甲党内议员透早先到台北东区，呼吁民众就要来参加联署。另外，民进党内也有人建议总统蔡英文就要去到其他县市甲民众沟通，解说300种猪肉的问题。公投，咱来做。
国民党伫咧查反内都假公投北大选2项公投案，要伫第2阶段达到50万份。随后伫咧全国159个议员的选区的市场，或者是人较侪所在，开始公布人数宣传。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加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初步到台北东区结婚站头前先暖身，希望民众会当参加人数。所以我很生气，我觉得大家要站出来，这是我们的健康。平常花那么多的钱去买那些什么健康食品，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民意站出来，用我们自己的选票来赶走莱猪。对外界解读公投连署活动是为了要布局党主席的选举，江启臣回应讲，若是什么代志拢甲党主席的选举牵做伙，那你就什么代志拢免做。伊只要做一工党主席，就会做应该做的代志。内底的议题争议拢无停，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伫中常会也被建议，应该爱下乡说明，会把关食安，和民众放心。那我想，总统时常下乡，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安排这样子的一个国政的行程，那跟民众第一线的沟通跟接触，那也把相关的国政重要的施政来跟人民报告。总统蔡英文初步就到新店视察校园的营养午餐，关心校园食安的状况。根据了解，总统伫咧旧历过年拢会安排下乡的行程。历年的立委即马因为内都面临着被罢免的压力，民进党讲蔡英文也以党主席的身份，运用时间加地方的党公职干部座谈，听取基层的建议作为施政的参考。所来会去南投加宜兰等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某一间国中发生校园霸凌事件，是国中2年学生欺负一个1年的，唔那甲伊拍过，叫伊爱跪落来。学校去了解了后，才知影讲这几个囡仔是亲情关系。这个被欺负的囡仔是甲其他人食酒的行为压出来，才会受其他人的霸凌。目前这个案件也等咧调查。画面当中，一个国中生跪伫咧涂骹，骨落会甲伊骂的学生，毋若是同年的同学，阁是即个受害国中学生的亲情。这段画面轰打伫咧网络顶悬，引起讨论。校方主动介入了解，认定这是一桩霸凌事件。其他的孩子就觉得我们一群人在校外在玩，那怎么会有人老师怎么会知道？所以他们就进行了去调查，那怀疑是这个被害人去告密这样。校方表示，这件代志发生伫咧元旦假期，影片伫咧初六轰打伫咧网络顶，初七启动校安通报，嘛请警方介入了解。这个受害囡仔是阿嬷带大汉的弱势家庭，虽然事后加害者已经向这个国中生回失礼，但是受害者的阿嬷也是提起伤害告诉，台中市教育局也已经介入了解。学校也马上就进行了这个霸凌因应小组的这个会议哈，那受理这个案件哈，那决议也要聘请外聘的专家来进行调查。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虽然是同学之间的误会，但是确实有同辈之间施暴行为，而且专家组成调查小组。教育团体表示，学生伫咧高中的阶段，真希望得到同学之间的认同，但是常常因为价值观的偏差，产生群体暴力。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要用惩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应该要用教育的方式协助学生去面对自己做错的事情。教育团体指出，高中时期的学生拢真注重甲同学之间的互动，毋望会当得到认同。除了学校爱加强法治教育，厝内的人嘛应该加关心囡仔交朋友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去互香港警察抓起来53位民主派人士，对初一暗时陆陆续续得到保释。面对着香港的局势，台湾的公民团体甲流亡海外的香港政治法会议员罗冠聪做会召开记者会。罗冠聪表示讲，香港的局势等于是香港版本的美丽岛事件，希望台湾政府着爱政治庇护香港人，也来防止中国的大神通外鬼。去虹口留超40点钟了后，初七暗时11点多，得到保释外出的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定拄马鞍山警署行出来。香港呢係進入咗一個寒冬，吹緊嘅風呢係又猛又凍。簡單甲酒佇咧現場的媒體講幾句話了後，伊就隨上車離開。同一天暗時，嘛得到保釋的，閣有前立法會議員涂謹申。伊講到家己的處境真困難，心情嘛真沉重，呼籲中國思考是安怎袂當落實一國兩制。
我希望我哋嘅國家領導人諗一諗，點解我哋唔可以做返真正嘅一國兩制喺香港，而要遠離文明嘅價值，用莫須有嘅政治嘅罪名嚟到迫害。根據香港媒體報道，真濟去互掠人士指出，保釋條件包括現金3萬，還佫交出旅遊證件，而且必須後個月才佫向警方報到。針對香港政府以違反國安法的名義大規模掠捕行為，台灣公民陣線等等的民團召開記者會，強烈譴責。流亡海外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盧冠聰是以線頂的方式出席，伊講這根本就是港版的美麗島事件，希望台灣會當放寬予香港人政治庇護的限制，而且會當加強對中共的反滲透的抗拒。未來可以讓我們更多政治庇護香港政治庇護的一些規定上讓它變得更加程序化，還不採取一個比較有強硬態度的一個回應的時候呢，其實我們很擔憂，這會促進了這個中國威權的那個擴張。中國打壓香港的自由，目前當地流亡海外，也有2020年香港民主派立法會初選的勝選人張坤陽，在中國繼續侵害人權的這個時陣，以後又後面愛謹慎考慮跟中國的貿易合作。當台灣冊店的創辦人林英基是判斷講，香港的未來敢若一張投票權。如果是投反對票的話，都通通變成是違法的國安法，那等於是叫香港人只有一個投票權，就是投給支持共產黨政權的政黨。面對香港的情勢，時代力量黨團是呼籲政府要有更加積極的作為，嘛佇咧初八下晡的條約協商當中，提出趕緊審核港澳條例訴求，要用明確行動來挺香港。記者綜合報道。在咧香港隨隨花蓮的隨隨烏港部落，這40年來攏無固定的場地，通好舉辦祭典。落尾原民會有答應講要補助一個聚會場所了後，竟說因為包廂的財務出問題，規個建案攏停咧，無繼續做。族人也煩惱講永遠起袂好。這是花蓮水尾鄉的烏港部落，並為鐵網仔的這個礦場是在地阿美族人辦祭典甲部落會議的所在。因過因為這個做法，那天氣擺會影響活動，題目是商業用途，40萬年來攏無法度變更。我們就是這樣的，也麻煩那個咩，沒有做也不行，年輕人不能一直曬太陽嘛。因為在都市計劃區內，所以在申請上我們必須要做一些變更啊，土地的變更的使用，還有就是要通盤檢討。水尾鄉公所講，地部變更在2019年已經完成。因過發包了，廠商說因為財務問題工程一直拖，最近重新招標，縣府的建造也未落來，族人擔心起袂好，向縣府တင်情。如果說鄉公所已經去申請建築執照，我們這邊縣府也會配合盡快把它處理。如果拿到建築執照以後啊，我們就會報請原民會申請工程經費，等原民會核定以後，我們就會馬上辦理工程發包的作業。烏港部落的聚會所自申請到即馬，經過3年的鄉長也起袂好，部落族人是等了40幾冬，若是建造落來，原民會會補助1900萬的經費。記者綜合報道。講到物件頂是會揪起來，小會碰起來，這是物理現象。有專家表示講，近天氣寒死時，有一寡大樓外邊的態度，若陣傷冷揪起來了後，就結袂掉，所有可能會落落來，也有可能會擊到人。外邊態度落甲真嚴重，大樓的管委會佇咧條仔頂懸打注意的告示，這是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厝齡已經40年的大樓。住戶表示，因為煩惱態度落落來，會甲經過民眾牽着傷，特別佇咧外邊頂懸倒一盞一盞的防護網，毋過已經倒幾啊年，到今也閣無維修進度。我們前陣子本來有要召開管委會，應該架了好幾年有了啦。對啊，只是這個不是一個長久之計啊。盡量躲在騎樓上，避免在室外。今日寒流發威，天氣冷吱吱，真濟大樓外邊態度因為氣候的關係，造成膨降落落來。結果技術就表示，影響建築外邊材料落落來原因真濟，唔是個別因素所造成的。除了地動、風颱、日頭、日暝溫差過大所造成的熱場、冷縮等等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以外，
施工的工法、施工的定数敢是正确，还有施工的品质这寡人为因素，嘛去影响到外壁材料落落来风险。像台湾很多的瓷砖贴布就是希望说，感觉上看起来很漂亮，所以说它很多的界面缝隙，它就完全就不留了。那完全不留之后，就很容易说一热胀冷缩就膨胀起来。结果技师讲，除非泰鲁外壁已经膨胀到真严重，若无民众有当时也是看不出来。一般敢会当透过专业的检测公司才有法度判断，所以建议民众伫咧外口行路的时阵，一定要行伫咧钉仔卡内底。若是台北市建管处表示，若是因为泰鲁落落来讲牵着伤，以建筑法第77条会当处建筑所有权人，也是管委会6万块以上30万以下，而且会当连续罚甲加钱为止。记者综合报道。婚林的斗南伫109年空气有歹味的电针案件，拢总有290件，有的是工厂，有的是拓扑业，煞拢抓袂到臭味是对倒位来的，煞引起民众埋怨。不过，婚林县环保局进入一台空气品质监测车停伫斗南运动场，会针对着民众电针的案件随处理抓到污染源。来到婚林斗南的运动场，移动式空气品质监测车持续运作当中，因为109年。斗南有关臭味电针的案件有290件，不过因为斗南有工厂嘛有拓木业，所以污染源是真恶对查，到当要是无定期出现臭味。酸臭味，最近还是有。如果说风飘来的时候，还是有那个味道。你去有时候你都下午4、5点，你在那边那个公园，你都会闻到味道。要把那个来源看那个恶臭的来源在哪里，应该找出来。为着要追查臭味的来源。环保局成立监督小组，加强稽查，嘛派空气品质监测车进驻斗南电竞场，先甲斗南分做9个区域，派稽查人员去每一个所在采样，接送去监测车分析内底的成分。除了一般车厢之外，也可以分析这个 VOC， 而且我们特别有针对这个硫化物跟这个氨气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判定这个属于是不是可能是有来自于畜牧业，或者来自于工厂，或者一些可能有使用溶剂的一个可能烤漆啊，还是等等的。环保局表示，过去接到不少民众申请，即马引进移动式的监测车，会当分区域24点钟追查污染源。若发现业者无用防治设备先过处理，再甲废水废气排出去，就会以违法严重的程度来裁罚，享予民众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已经把台湾西海岸的北海地族群列作是强迫登种的动物啦。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讲，这12年过去啊，政府拢是无要无紧。透早伊也来到监测院进前，即期政府保育中华北海地的决心，甚至也烦恼讲目前正在进行的离化风电开发案，会害北海地完全登种。根据海保署109年的上新调查，为新北市淡水河到台南将军渔港进行海上的调查，航行19届，总共看到32只北海猪。环保团体指出，台湾西海岸的北海猪，12年前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做是非常接近危险的物种，但这么多年来，北海猪的数量敢若继续在减少，完全看不到政府保育的决心，会再来到监测院。这么多年来，政府没有把调查经费转移到保育工作，所以我们一直感受不到台湾政府保育台湾北海豚的决心。环团指出，北海猪数量大约仅存65只，但因的族群面对着生死存亡的关头，蔡政府大力推动离岸风力发电的开发，让北海猪的生存栖息地更加破碎化，烦恼相关保育措施无够。西部海域的北海猪有可能会灭绝伫咱这一代手上。在这个12年，不但是没有做该做的那个保育的，我们反而就引进很多对白海豚更有危险的一些开发案。海保署去年调查，观测到北海猪找物件食，大范围生衣裤啊，嘛发现有渔船经过的时阵，因会出现闪避的行为，嘛表示目前已经辨识出64只北海猪，继续在追踪。但环团有缘希望监测院会当纠正相关单位态度消极，才造成今仔保育无好的结果。记者林俊文、曾志成台北报道。伫咧巴西里约有一片海豹啊，顶礼拜落大雨了后，所出现真侪塑胶粪扫，也互环保人士真疼心。大大细细塑胶杆仔甲各种塑胶粪扫，滴到海洋冲到岸边，
详细看台北湖单调的红啊，也有囡仔耍的球、歪穿的古千拖，看到规个过程的环保人士也讲起。Eu fiquei meio em estado de choque, mas eu pensei rápido, caraca, é uma onda de plástico, meu. Que isso, cara? É o fim do mundo, né? Como se fosse mesmo assim uma imagem apocalíptica, né? 受到污染的是巴西里约圣孔拉杜海沙坡，普隆是有真侪民众来遮耍，真正也吸引真侪观光客。不过当地媒体报道，顶礼拜六一阵大雨了，海沙坡顶头就海水带来真侪粪扫。环保人士将所甲粪扫画面铺上榜，81遍提到世界冠军的美国长泳选手凯利史莱特，伫个 IG 顶头转达分享，引起大家注意。当地生物学家讲，里约唔但是粪扫污染环境，也有人直接将下水道污水排到海沙坡。 Infelizmente, parcela significativa da sociedade no Rio de Janeiro não dá importância para o ambiente, tanto pelo esgoto que jorra historicamente na praia de Copacabana, como o lixo que desce da Rocinha em direção à praia de São Conrado. 环保团体统计，巴西每年蛋到海底的塑胶粪扫有32.5万吨，敢若是里约州烟花就上百个内海受污染。 问题若无改善，恐惊巴西美丽海波会予世人一个正歹印象。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讲到最近杨芳果电咧突出，也因为今年台湾南部冬天时日时甲暗时温度差真济，也予台南将军乡本地就真出名的杨芳果，今年的甜度是搁较悬。 一道破开内底色水有够水，加落去甜搁香。这粒甜蜜蜜的杨芳果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台南将军出产的七股香杨芳果。杨芳果要求搁好食，就要种伫人微温差茶介济的所在。农民郑俊良讲，因为今年的寒冷较少落，不过暗时要是介冷，所以今年的杨芳果就特别 Q。水果就是在有一个那个日夜温差的交替，它就会 有一点 Q 了，它比温室里面的恒温，它就是有那个加持的作用。俗语咧讲，硬板的果子袂甜，不过有农民会趁价小好的时阵，赶紧采收就吃。但是其实果子还袂够分。这区产的农民讲，伊的杨芳果好食是有撇步的，就是伊袂赶上市，一定会坚持杨芳果完全熟啊，才会办落来。而且为着卖互营养分分散去，伊无求出产的数量多。 大众知影拢敢若留一两粒，甜度就是1等1。看到市场价格好，你就要把它剪下来送出去，这个是不会好吃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坚持。咱台湾是水果王国，不过嘛，毋是万项水果来到台湾就会自然发甲暗，拢是靠农民的智慧栽培出来的。配合台湾的气候，当年的12月到过冬的4、5月，杨芳果是上好食的，民众若要食，就爱趁一时。 记者综合报道。各教师逐年拢会举办全国高中生技艺竞赛，让学生囡仔有一个表现的舞台。伫屏东的内埔，就一个3年的学生，自细汉就正教做手工艺，今年伫比赛当中也得到第1名。 学生囡仔真熟手咧用尖车填补啊！伊是屏东内埔龙岗家境考3年的陈昂，参加109学年度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学生技艺竞赛，摕到个人金手奖手工艺类的第1名。告诉我们每个选手的强项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利用这个强项，然后再去精进拼布跟刺绣技巧，然后再一些设计感吧，加在一起。 就完成那个作品。因为自细汉就直接咧甲阿母甲阿嬷斗相共，做原住民的工艺品。陈昂对手工艺是真有兴趣，读内埔龙岗1年的时阵，就互人选去培训，搁再加上比赛进前半冬，逐工拢用12点钟咧加强训练，有底子搁勤拍拼，才有法度得到全国第1的公营，也通争取到保送四技二专的机会。觉得他还蛮认真的。 然后基本上他也有底子，在磨练的时候就是还蛮有毅力的，然后跟着老师的节奏，如果没有刻苦耐劳的精神是没办法，来做这个工作。为着要鼓励学生磨练技术，国教署逐年拢会分工业、商业、家事、农业甲海事5大类来举办比赛，予学生一个舞台，通展现认真拍拼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二战时期，日军伫屏东邦寮有起设石头营，不过进光电业者要伫遐开发，就文书条体跳出来阻挡讲，也强调讲保留这个土地。行过山坡这片果子园，雄雄出现一个破破旧旧的石头墓，两个人做伙甲墓牌前的挂拍开，其实这是石头营的一个出入口。来攻击这个美军。文书林书甲议员带民众来这搬去抗议。这位假扮美军的英国人 David， 伊住伫台东，对全世界二战危机真有兴趣。伊看过邦寮石头营了后，嘛希望政府爱保留。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his plac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tory. And it's not just Europe or the Pacific, like Okinawa or Saipan, which is important. This area in Taiwan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and this area should be preserved. 赶快撤资这样子赶快离开这个枋寮乡，让二战石头营能够把它保存完整。这个假墓干那会当互一个人两入去，下底的地涵因为有所在已经放弃，剩底30米。附近各有另外一座土地公庙，内底嘛藏一条通道。这里面包含了有司令部、观测所，然后还有机枪堡、炮阵地，然后还有无数个坑道。根据林显耀这4档的调查，石头营有64位军事建筑，范围真大。目前，屏东县政府的文字调查还未煞。毋但有假墓假庙，内底日军起的地涵真长嘛真深，亲像是迷宫，会当通去无共的基庆堡。请了总督府土木科技师来设计石头营整个的规划，所以石头营你看它所有的工时设计都非常的仔细，非常的好。那水土保持、水土工程都弄得非常好，公司都做得非常好，因为它不是军队设计的，所以石头营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关心文书的民众发口号，希望投资光电的业者暂停。David 嘛讲，伊想要开国际记者会，让全世界知影台湾有这么完整的二战危机。记者陈嘉文、赖伟哲，屏东报道。伫咧台东南市的野游国小，对今年9月开始实行民族实验教育，带学生囡仔行出教室去海里、去田里、去山边，要甲在地传统文化甲现代知识结合做伙，要互学生囡仔认捌家己的文化。现在的钓竿都有伸缩，对不对？我们以前没有。学生囡仔认真听文化老师教安怎拔鱼钓啊，这节课是海洋文化的民族课程，要让囡仔了解达有掠鱼、钓鱼的基本知识。弄好的时候，这个下面一样不变，把它勾起来。对，找个地方去把它勾起来。南市野游国小为今年9月开始实施民族教育，这阵学生来上课，除了学科以外，每礼拜会安排17个民族教育课程，会当学到济和达有传统文化有关系课程。真正是因为咱的课本写的拢汉人的代志嘛，你有当时你连咧写石刻，因遐就毋捌见过石刻，就看无元宵节，因就无咧办这个节日啦，因的是家己有飞鱼季啥物货。所以，咱汉人的文化对原住民的囡仔来讲，吼是较遥远的物件。以在地传统生活节庆安排夏季活动，让学生会当对传统文化行，正做时间、空间、生活相结的民族教育模式。除了钓鱼，嘛去部落农场体验种植、采画、雕刻等等。亲像今仔日的课，教室是伫海边，要传给囡仔的是海洋民族重要的钓鱼知识。如果有鱼吃，会感觉到它会传到你的竿子哦。这里很浅。终于啊，大浪来了！野游国小的民族课程，嘛邀请在地居民、家长来担任文化老师，和文化真正做到代代传承的目标。其实我们小时候你在钓鱼的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鞋子、拖鞋可以穿，我们都打赤脚。那对，慢慢走哦，走在礁石上哦，慢慢走。野游国小实施民族教育，希望文化卖长紧。但是台东县政府教育处长林正宏表示，文化传承必须要用更加谨慎的态度来看待。
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耆老的记忆就认定说啊，这就是我们部落的文化。我觉得这样子是风险蛮大的，所以我才说在文化认同这件事情上面要很审慎，特别是部落文化形塑的时候，搞不好5个耆老、6个耆老之间，他们对于传承的记忆当中会有不一样的思维。林正宏表示，咧办民族教育学校，千万唔通伤着急。除了部落耆老的经验传承以外，嘛当透过祭典仪式、歌谣传唱、豆豆啊建立，或者是重新认捌部落文化。即阵也有国小已经行伫咧民族教育这条路，除了要互咱所的囡仔知影家己的根，嘛要建立因的自信心。记者杨淑晴、曾培文台东报道。疫情吞大全世界，南韩的旅行社都超过500间。南韩政府也顺势推出社会主题计划，把一寡旅馆改造是细间的套房，假做是独身仔的社会主题。本来专门伫咧接待日本甲中国自由行旅客旅馆，伫疫情了后等无人客，即嘛改装成做122个单位的单身社会主题。所在无大，只可能会当更简单的私人物品，民众也探悬起嚟。政府拨款支持这项活用计划，帮助单身的少年人用市面介绍6.5左右的租金，找到安全有品质大的所在。虽然反对者批评讲，这毋是真正的单身公寓，只是一间房间，灶骹洗衫间拢甲人公家用。不过一寡手头较暗的人是真满意。저는 오래전부터 고시원에 살았기 때문에 일단은 안전하고요, 싸고요. 일단 사람들 간의 이제 대면이. 首尔的厝价一直拢正悬，总统文在寅5年的任期已经过一半，伊所有的拍房政策拢无效果。无旅客旅馆变做社会体，也反映出经济，特别是观光产业，因为飞机停飞、封锁加隔离的措施，强要挡袂落去。官方统计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前10个月，到南韩的外国游客人数是239万，比去年同期减少83.6%，也是32年来上低纪录。 코로나 이전에 한 달에 해외 여행이나 항공권 저희 여행사를 통해서 그 해외로 나가셨던 분들이 30만 명 정도가 됐어요. 월에 3만 명이니까 30만 명이 된 거죠. 근데 지금은 뭐 불과 지난달 이번 달 통계 보면 해외 여행은 0명입니다. 南韩政府伫去年10月推出相关的救助计划，业者也全力开发甲病毒共存的解决方案。因为南韩要去变做热门的南怡岛甲平昌奥运公园，目前就已经有真侪外国游客，就让开发真侪更加深度、高品质的体验，锁定规个伙仔甲自助型，国内旅游变做新的趋势。公司新闻时会两边报。 伫咧法国北部有城市推出欧元1块，差不多是新台票35块，就会当买一间厝的方案。不过买来厝是旧凹旧臭，唯一条件就是厝主爱家己翻新。这个人开1欧元，差不多一个可颂面包的价钱。小学老师阿曼特就愿意买厝的梦想，带入去这间20几平的厝。 主要的成本拢开伫咧整修，差不多用13万欧元，换算台票400多万，好佳在政府有补贴一半。I wasn't a homeowner before, and now I am. It means no longer throwing money away, but investing it. 阿曼特这间正水的厝，1年前是破旧搁垃圾，用1欧元买厝，附带条件正严格，就是要彻底整修再生。 The first time we saw the house, we said there's a lot of work, but there's a lot of potential too. 不过经过1年半了，买厝的计划煞规条条的，因为银行无批准相关的整修贷款，因只好搬去别位。镜头来看法国的东北部，荷兰经济商品之都的汉斯，当局批准一间新创公司用3D 列印技术起社会主体，用较俗的介绍出租的计划，表面用暗门图一层一层贴起来，若是正精准，而且比传统的贴砖仔厝紧正多。 中人空会人保温，也会当升4-5成的暗门图，减碳也减成本。3D 电影的变化性较悬，互建筑师会当发挥创意，去做有美感佮环保友善的新世代主题。过去伫咧中国甲德国拢有出现用这种工法起做例，若紧一工就当印好一栋。虽然伫初期价钱较悬，也毋过若普及化了，会当因为量大压低成本。 创造更加好的经济效益，列因的期待愈多，就当快速量产，希望会当帮助全世界中低收入加新兴国家行价的需求，
业者希望3D 列印术会当是后一个新兴产业，相关的新创公司加工程项目正伫咧快速发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下晡晡的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6度到8度，中部地区对8度到11度，南部地区对11度到16度，东部地区对7度到1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4度到1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